澳門咧至今尚未建立起心理輔導嘅認證制度，唔少具備心理諮詢啦或者係輔導等專業資格嘅人才回澳之後咧，都未能夠獲得相應嘅專業定位同埋清晰嘅職業發展階梯，甚至會造成一定嘅專業人才流失。咁喺呢度咧，期望當局係可以加強啦同業界嘅溝通，研究啦對於學生輔導啦或者係社區心理輔導等工作範疇，根據佢哋嘅學歷、實踐嘅經驗、專業能力、執業嘅範圍、專業倫理守則等方面去着手，為呢啲團隊咧建立專業發展、考證認證或者係監管嘅機制，亦都要優化資助嘅模式，去激勵佢咧深化專業嘅技能，亦都能夠咧讓到服務嘅機構咧根據個案嘅複雜性，更加精準咁去調配相應嘅專業同埋能力嘅人員，提升咧我哋整體嘅服務質素。政府會點樣考慮具體去優化規劃，包括加大資源投放同埋人力資源團隊，將家庭教育、親職教育、心理健康支援納入精神健康政策嘅核心內容，亦都喺教育階段以至社區服務之中咧，係加強心理健康嘅元素，進一步完善恆常化早期介入嘅機制。對於較難主動求助或相對隱蔽嘅個案，會有外展團隊主動接觸同跟進。特區政府正籌設實體站點，預計明年第二季啟用。屆時居民可親臨或致電獲得相關服務，以進一步完善心理健康防護網。就議員關注嘅建立心理輔導人員嘅專業發展同考證認證機制方面，為兼顧服務嘅普及性同可及性，現階段暫不考慮設立由政府主導嘅認證同登記機制。然而，我哋十分重視心理輔導人員嘅實務能力，將提供培訓課程，確保服務嘅質素。我相信同業界啦，根據我哋服務嘅需要啦，其實係要探討一套點樣構建出嚟。但係當中有一個説法咧，其實一直以嚟都係心理輔導界別佢哋會好介意或者好重視一件事，就係其實佢哋嘅專業咧唔係隨便老師、隨便社工都可以去做嘅。反而我就希望就係專業嘅層面，我哋點樣將成個4級聯防，我哋既有最頂級嘅，真係去到治療層面嘅精神科嘅醫生、護士，我哋亦都有心理治療。但喺早期介入，其實心理輔導人員佢哋嘅專業發揮係點樣俾到佢哋啦？你而家未做一個專業認證唔緊要，但係佢哋嘅定位清晰。佢哋嘅功能係乜嘢？佢哋嘅專業角色點樣發揮？咁早前呢，就參加咗一個心理輔導員團隊嘅嘉許禮，然後都見到好多心理輔導員呢，其實佢講出咗佢哋平時工作嘅一啲辛酸史啊，各方面嗰啲心理輔導員基本上就面對唔開心嘅嘢，因為佢哋要處理嘅問題都係比較負能量，所以好多心理輔導員佢哋都講要經歷一個階段先可以堅持留低到落嚟。咁喺個嘉許禮上面都有5年、10年、15年、20年嘅嘉許。開頭5年嘅都好多嘅，去到20年嘅時候得返2位。其實政府咧都要關注下心理輔導員佢哋嘅一種，佢哋自己本身嘅心理調適能力呢個，因為佢哋冇正常嘅心理，佢哋輔導唔到人哋嘅心理。咁呢方面，我相信政府咧都會加大力度去。心理輔導人員專業方面，李議員你提到希望佢嘅定位、功能同埋專業角色咧，都應該係比較準確同埋有得發揮。呢一度咧我哋係認同嘅。咁對於呢一個專業認證呢一方面嘅思考，我請阿羅局長再補充一下。咁我哋睇翻呢係心理輔導工作呢，喺我哋政府部門嚟講，我哋係有學校啦，有學校嘅心理輔導人員同埋學生輔導員啦，咁亦都咧係社工局資助嘅機構呢，亦都有心理輔導嘅人員啦，同埋社工啦，咁啊，所以佢哋嘅學歷背景啦，佢哋嘅任職機構啦，同埋佢哋實質工作嘅性質呢，都係比較多元化嘅。咁所以我哋唔係好容易去用一個統一嘅認證體系。倘若我哋統一認證咗之後咧，可能會使到有部分咧嘅人就唔能夠參與呢項工作，咁亦都咧會影響咗機構聘請人員嘅一個即係個靈活性啦，同埋一個可及性嘅。咁所以話我哋即係綜合各方考慮咧，我哋重視我哋呢一個心理健康人員嘅專業發展，亦都會提供咧多元嘅培訓咧，去提升佢哋嘅技能啦。